上主天主說：人單獨生活不好，我要給他做一個與他相稱的助手。上主天主用塵土做了各種野獸和天空的各種飛鳥，都帶到人面前，看他怎樣起名。凡人給生物起的名字，就成了那生物的名字。於是人給各種畜生、飛鳥和各種野獸都一一起了名字，卻沒有找到一個與自己相稱的助手。上主天主遂使人熟睡，他就睡着了。上主取出了他的一根肋骨，又用肉補滿原處。然後上主天主用那由人取來的肋骨，形成了一個女人，帶她到人面前。人就說：這是我的骨中之骨，肉中之肉，她將稱為女人，因為她是從男人身上取出來的。因此，人應離開自己的父母，與他的妻子結合，兩人成為一體。愛有時候需要少少嘅驚喜，正如求婚當日我為你準備嘅一切咁，令生活變得更有滋味。來吧獻醜，深知這年頭情深不早留，所有朋友埋在我的胸口，餘生有快樂，來一起擁有，尋找伴生，無常的可給我指引。下半生就在今天得到，如今這冰冷的心，共在這一刻的歡欣。愛係奇妙嘅旅程。曾經以為喺教堂舉行婚禮只係童話故事，但因為你嘅信仰，我哋竟然可以喺有152年歷史嘅天主教教堂舉行我哋嘅婚禮。韓哲先生，你是否自願與廖寧瓊女士結為夫婦？是，我自願。廖寧瓊女士，你是否自願與韓哲先生結為夫婦？是，我自願。廖寧瓊，我如今鄭重承認你作為我的妻子，並許諾從今以後，無論環境順利、疾病健康，我將永遠愛慕、尊重你，終生不渝。願主垂見我的意願。
人海中能夠遇見你，我係幸運嘅。人群中能夠牽你手，我係幸福嘅。感謝你，因為未來嘅日子將會有你伴我同行。愛需要我哋一生信守，起初如何，今日亦然，直到永遠。阿們。